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23章，约书亚的遗言。上主予以色列人享受太平，无受四围对敌的攻击。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，约书亚年老，伊调集全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甲官长，对因讲：我已经年老啦。恁有看到上主恁的上帝为着恁对遐个国所做一切的事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为恁交战。我所消灭遐个国家的土地，对约旦河到西边地中海，包括还未征服的国，我已经抽签分予恁逐支组做基业。上主恁的上帝要为着恁将因赶走离开恁，恁就会照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应允，得到因的土地做基业，所以恁着加倍勇敢，忠实遵行摩西律法的一切所有的记载，毋通偏左偏右。恁中间还未互恁征服的国，恁毋通甲因交叉，毋通提起因的神明的名，毋通记因咒詛，毋通服侍因，毋通跪拜因。恁着忠实无离开上主恁的上帝，亲像恁过去到现在拢安尼做，因为上主已经将大搁强的国对恁的面前赶走，到今仔日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，恁一个人会当赶走1000人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照伊对恁的应允为恁交战。恁着谨慎，着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恁若越走离开上主，甲伫恁中间留落来的人民交叉，甲因通婚往来，恁着确实知上主恁的上帝一定无要将遐人民对恁的面前赶走，因会成做恁的罗网圈套，拍恁的边，目睭内的刺，直到恁对上主恁的上帝赐予恁这个水的土地消灭。当我要行世间人拢着行的路，恁确实知上主恁的上帝应允要互恁的福气，无一项落空，拢实现伫恁身上。上主恁的上帝所应允一切的福气，安怎临到恁？上主嘛会安尼，互逐款的灾祸到伫恁，直到上主恁的上帝甲恁对伊赏赐恁即个水的土地除灭。恁若违背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约，去服侍跪拜别个神明，上主会对恁发生气，恁会真紧对伊赏赐互恁即个水的地灭亡。